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9，诗篇92篇4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你用你的作为，互我欢喜。我要因为你的手的所做，唱歌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用你的作为，互阮欢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，众山包围耶路撒冷，你嘛安尼保护阮，对即时到永远。主啊，你的正手满满是公义，你带领的手伸出保护阮。主啊，这天讲起你的阳光，强冲不容你的所做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，你的名是阮逐时刻所想念。阮要学落你到万世代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阮受造奇妙通行，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阮的心深知的。主啊，你用你的作为，互阮欢喜。阮要因为你的手的所做，唱歌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